最近泰國佛教界負面新聞一單接一單，而最新一單發生喺朗開府，當地一間著名寺廟嘅住持被爆出涉及未成年少女嘅事件，而好多家長一直都好信任佢。事件曝光之後，警方、兒童保護部門、地方政府全部即刻去寺廟調查。當佢哋去到嘅時候，主持已經執行李離開咗寺廟，現場剩低其他和尚。佢哋話平時確係有幾個女學生出入住持嘅僧房附近，但佢哋一直冇過問。而其中一個13歲嘅女童就同相關部門表示，自己曾經多次被約去主持房，仲被觸碰身體嘅敏感部位，而每次之後都會收到200至300泰銖。一路以嚟，父母都以為個女只係去寺廟做義工。由於相熟，加上對方係和尚，所以佢哋一路都好放心。直到睇到流出嘅片段，先知道唔對路。而件事之後再爆出更多嘅細節，一個前寺廟司機出面爆料，話自己曾經見過主持帶住13至15歲嘅少女去商場買電話俾零用錢，一齊出去玩。而佢表示自己接受唔到，所以主動離開。而家兒童保護部門已經介入照顧相關嘅女童，警方亦準備進一步調查，而家長亦正式報警。而件事之所以令到泰國人震驚，因為寺廟對好多家庭嚟講，一直都係最安全、最值得信任嘅地方。尤其是喺鄉下地區，好多家長都會放心俾小朋友去寺廟幫手做義工、參加活動。而每一次出現呢類新聞，被破壞嘅唔單止係寺廟嘅形象，仲有人對信仰嘅信任。